高2017粵語好聲音發言官牙高先生，絕對經典，由口入心。2017粵語好聲音由專業呵護各人口腔健康嘅雲林白藥牙膏冠名播出。有請今晚王牌啪啪團全城見證官宋嘉琪，原創激勵師胡向真，金曲分享家馮波。你哋好嗎？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啊！又見面啦，我係宋嘉琪，我係金桔珍珠胡向真，我係馮波，大家好嗎？嗱，上一期節目我哋嘅呢一個啪啪團咧有向老師嘅，係啊，向老師今日唔嚟嘅原因係因為你太惡嚇親佢，佢唔敢嚟，所以換咗個好大膽嘅馮博嚟，係咪咁咧？有啲咁嘅事？覺得我惡嘅，俾啲掌聲嚟聽下。哇！拍晒啦，你睇下，惡到出汁啦！咁我咪好危險今日。馮博，我知你好勁喎，你係帶咗成軍人嚟㗎，喺邊啊？咁都俾你收到風。係。其實小弟今日嚟到我哋2017嘅粵語好聲音咧，我唔單止自己上嚟嘅，我帶埋我新嘅樂團神后一齊上到我哋嘅舞台。一陣我哋都會準備咗一啲驚喜送俾大家，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啦。如果冇驚喜，你唔使撈啊你。係啊，你係咁一好大壓力啊！講翻轉頭啦。奇哥，係，我知道每一期咧，我哋都會有好多大咖嚟到我哋現場嘅。絕對啦。咁一陣我估錯咪好尷尬。我估錯冇咩問題嘅，咁大家只要用心去聽歌，用心去估歌就冇問題嘅。係。嗱，講到用心去聽咧，家庭觀眾都要用心嚇。喺聽歌嘅同時咧，大家亦都可以咧時不時咧睇節目過程當中咧攞出手機啦，使用呢一個微信搖一搖咧參加我哋嘅互動，有機會贏取豐厚嘅獎品嘅。仲有啊，玩粵 TV 互動啊嚇，為你支持嘅選手咧加油打氣。仲有就係咧，好多精彩嘅花絮，大家都可以喺粵 TV 入邊嘅咪王爭霸粵語好聲音專區當中咧睇到嘅。咁現場啲朋友你睇得好開心，想唔想其他家庭成員啊、親戚老友一齊過嚟睇粵語好聲音先？咁就嗱臨攞出手機，然後關注我哋微信公眾號珠江駕到，咁啊有機會咧免費攞到前嚟觀看粵語好聲音嘅門飛。另外透過觸電新聞 APP 咧，通過呢個互動一樣可以選出你心目中嘅好聲音㗎嚇。係啦，關於我哋節目嘅更加多精彩內容，大家可以留意翻呢係荔枝 APP。好多朋友都想了解啦，喂，2017粵語好聲音究竟點樣玩法呢？馬上等我牙膏先生同大家詳盡咁介紹下啦，睇睇。每場粵語好聲音將請嚟1到2位粵語歌壇嘅代表人物同5位新生代歌手，佢哋將一齊致敬經典，品味新生代好聲音。現場800位大眾評審共同品審，邊個將會係最受歡迎嘅新生代好聲音，得到最終粵語盛典演唱會嘅入場券與眾星同台。係啦，咁啊啱啱阿博咧就真係好緊張啦，因為好想知道係邊位大咖咧有機會估錯啦。而家等阿牙膏先生同大家講講第一個 tips 啦。獲得香港樂壇最高榮譽金針獎。金針獎一定係女人，一定就係阿爆姐或者英雄姐。嗰個係金像獎啊！嗰啲係電影㗎喎，嗰係金像獎啊，珍珠姐。你話爆喜慶係咪？爆邪係咪？係啊，溝通唔到啊！而家你而家先溝通唔到啊？係啊，但有代溝啊。對唔住，想唔想撈啊？對唔住，勁老啊！係啊，佢哋好嗱，咁啊估唔到啦，佢話係演員啊，演員一定唔啱嘅。咁啊，等阿牙膏先生擠多一啲 tips 啦，好唔好啊？牙膏先生，喂，擠多啲啊！80年代搖滾樂嘅中流砥柱。有啦。80年代嘅搖滾嘅中流砥柱咧，我覺得係校長。校長其實好多歌都好 rock。搖滾呢家嘢我真係唔熟，所以我冇發言權嘅。我有啲諗法。你有咩諗法？玩得搖滾嘅咧，一定係亂毛長髮。嚇！起褲黑超。我拍晒手掌喺下邊，認同喎。得一個拍啫喎，聽唔到啊你？嗱，因為咧玩搖滾嘅咧，佢哋有一個固定嘅姿勢嘅。係點㗎？個頭係要。你嗰啲叫瞓捩頸啊，大佬！冇 taste， 所以長頭髮咧，揈起身會零舍有 feel 嘅。係嘅，有道理。咁你都係講長頭髮啫，長頭髮玩搖滾嘅人比比皆是啦。你舉幾個嚟講下先。有呢一個嗰個啦，呢個啦，同埋嗰個啦。我都話我唔熟悉搖滾啊！你問我做乜嘢啫？嗱 tips 唔夠牙膏先啦。咪問多個，問多個。唔係一個人嚟嘅。哦。即係組合或者樂隊啦，一定係咁啦。
台上面確實有啲樂器嘅，平時係冇噶嘛。喂，大家不如攞哇手機出嚟上網，有咩人可以查下俾玩手機上網查下金針獎獎80年代搖滾，唔係一個人嘅。係全世界都嗌太極啊！不如咁啦，嗱，我哋開歌嚟揭曉好嘛？聽下聽。嚟 music。喜歡花一天，感覺一切是愛。嗱，嘉琪啊，係太極係男嘅，就算係呢首歌嘅主唱 Eason 都係男嘅，無啦啦整3個姑娘仔俾我，整興就選手啦。算好咧？嗱，咁樣，我哋使乜咁心急啫？我哋拋個波俾觀眾啊嘛！大家覺得係喺幾號房？1號、 3號3號係女仔嚟嘅喎，亂嗌啊嘛你。太極嘅代表喎。頭先好專心聽係嘛？覺得係1號嘅拍一拍手。麻麻地。有1/4嘅人覺得係1號。麻麻地。覺得係5號嘅拍一拍手。覺得係6號嘅。有人尖得叫。個啫喎。大屏幕有人就講啦，阿燕子咧就話係5號嘅，咁啊巫女233咧就話6號6號，仲有 Irene 咧就話5號有啲似太極嘅 feel。我哋先開5號啊嘛。好，5號我哋倒數3、2、1。有請太極。係咪太極？係咪太極？5號房，5號房。係唔係嘅？嗱，同大家講講啊，雖然佢唔係太極，但係佢個名叫做無極。佢真係叫做無極，但係都中咗個字啊！大家好，大家好。咁好多人嗌1號，不如揭1號啊！1號啦，好1號。哎呀，又錯咗。有3個女仔，我哋不如2、3、4齊齊出嚟啊2、3、4、6一齊出啦。好，咁一定係有一個喺度噶嘛，有3個女仔啊嘛，好嘛？好好好。 2、3、4、6。2、3、4、6號出列。咁即係6號，6號唔係佢。大家好嘛，歡迎晒。係啦，嗱呢首歌咧就雖然咧就唔係太極自己本身嘅歌，但係呢首歌係你寫嘅。啊係喎，所以就係你自己唱翻。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點解會係咯估咗5號嘅咧？係咯，佢哋估啊，主要係佢哋我仲啱想估問下 Joey，係咪你同大家已經夾好晒故弄玄虛啊？佢哋個個都揀，偏偏就唔揀6號。係咯。啊，咁咪你因為太過唔似咧？好配合喎，你哋。係，佢應該咧就喺嗰度房裏邊咧專登咧就變聲啊，扮唔係自己咁樣唱嘅。嗱我都話係㗎啦。好啦，咁啊歡迎太極啦，同樣要歡迎我哋身後嘅5位今期嘅新秀歌手啦，佢哋可以坐低啦。咁跟住落嚟咧，因為太極咧係幾個成員㗎嘛，咁所以冇理由淨係得 Joey 一個嘅。下邊嘅時間，等阿 Joey 同埋佢哋拍檔同大家唱今日嘅第一首歌。好，等我哋帶佢哋出嚟好唔好啊？有請。
32年前，一支香港樂隊橫空出世，紅色跑車、吶喊、留住我吧，一切為何，唱出咗80年代年輕人嘅理想同追求。有人話冇佢哋就冇香港那些年嘅樂隊革命，佢哋獲得咗香港音樂界對佢哋嘅掌聲同尊重，佢哋就係太極樂隊。的海正隨散步，平靜地愛於清風中的千里，沒有一聲嘆奈何。可惜當靠近些觀看，人間的紛爭太清楚。乘客説謊，偏偏卻走過。願我知一切為何，實在究竟這為何？從空中觀看世間很美，都可把它作居所，大地在遠遠看它只一天，從來畫了線，各分開皆公可。我看見痴心將俾我封鎖，香檳側邊太多禱告。乘客説謊，偏偏卻走過。願我知一切為何，老夫幼子也中槍火，但是卻不知道為何。點啊，可唔可以啊？我也願意信，有那麼一天，世界海海三十不必拼搏，盼到了那一天我再好。我也願意信，有那麼一天。
界不分膚色，不分你我，卻也在笑我太天真太傻。我看見是心將被我封鎖，香檳側邊太多討論，政客說謊，偏偏卻通過，全我知一切為何。老虎幼子也中槍火，但是卻不知道為何。送俾你哋，一切為何？Thank you，多謝。多謝晒。俾啲掌聲歡迎太極。快活軒就話啦，哇！一切為何？編曲好正啦，不愧係當年年度嘅最佳編曲啊！哇！喂，資深 fans 嚟嘅呢係啊，即個。刻上網查，好勁啊你啊！阿家好就話啦，經典就係經得起時間嘅考驗者。好，唔該晒咁多位現場觀眾嘅。下邊嘅時間等太極逐一同大家 say hello 打招呼。 Hello， 我哋不如由最左邊開始咧。係，hello，大家好，我係蛇仔 Eddie 食客。Thank you。大家好，我係劉賢德，我係 Ernest， 我係彈吉他嘅。你哋好。大家好，我係鼓手朱漢博 Ricky。大家好。各位好，我係負責彈 keyboard 嘅唐奕聰。你哋好。哦。大家好，我係Joey 鄧建明。哇！你哋好，我係 Patrick 雷有輝。係，大家好，我係主持人宋嘉琪，我係負責介紹太極嘅嚇。今日我真係覺得嚟啱咗，嘉怡哥。係點？因為真係第一次喺現場咁近距離去睇太極樂隊嘅一班老師，因為我真係好中意以前舊80年代嘅搖滾歌。好似頭先一切為何，我覺得就係好 classic 嘅以前嘅搖滾樂係有意思好多嘅。佢會對社會佢有佢自己嘅諗法，同埋有佢自己嘅體會。所以我係好中意嗰啲歌。我相信咧係啦，好多家庭觀眾咧同馮博一樣啦，都好中意太極啦。太極好多嘅呢個歌咧，佢哋都可以如數家珍啦。咁啊，其實咧，當年咧太極係被評為呢一個香港咧3大搖滾樂團之一嘅。咁曾經睇過一個咧報道嘅雜誌嘅，就係呢個3大之中咧，佢哋仲排名number 1添㗎。犀利啊！係，咪真係有呢件事㗎嘛？佢哋喺樂壇嘅位置係非常之高嘅，有金牌嘅編曲啊，金牌嘅音樂監製，所以今日有5位咧係好激動嘅。第5位嘅新秀選手師傅喺度啊！我戥佢哋擔心啊，真係大壓力啊！師傅，其實佢哋5個過到嚟見到咁多師傅，有冇啲咩説話想同阿師傅講？喂，逐個嚟啦，好唔好啊？Hello， 大家好，我叫葉劍明。因為我係一個幕後嘅音樂工作者嚟嘅，我係一個錄音師。咁我今日嚟到呢個現場咧，我都非常希望獲得各位老師嘅呢個指點同埋指導。多謝。我真係好希望有機會揾你錄下音。咦？未開始唱，開始比賽就邀約你嘅咩？係啊，因為其實我都頭先經歷過一啲生呢度嘅音響師啊，其實我覺得好高水平。咁你係一個錄音師啊，揾次我哋上嚟錄下都好喎，有機會一齊合作嚇。多謝老師。冇收咁貴就得啦。好，跟住下一位。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香港嘅 Jack 戴婉琪。咁我喺香港啦，太極樂隊係 legend 嚟嘅，真係，因為好多經典嘅歌曲或者到而家嘅流行曲，都係由佢哋好多都出自佢哋嘅手筆嘅。而家可以喺個咁近嘅距離，好似感覺係好 warm 嘅。今日見到你哋係啊 ，thank you。唔該晒。
好，跟住下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係 Mandy 明慧。咁啊我自己知道太極係同好多大咖合作過啦。今次可以喺你哋面前唱你哋嘅歌，我好激動同埋好開心。Thank you。多謝你，多謝你。 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湛江嘅姚樂。咁咧，我係細個開始就已經非常中意太極，所以我今日其實係有一個心願想完成嘅。哦，咩心願？我帶咗一樣好勁嘅嘢過嚟。勁成點係我細個一直聽嘅一盒帶。帶？哇 cassette 而家都冇噶咯喎。係，我想攞個簽名，可唔可以？ 哦，好啊，好啊，好啊，你攞過嚟，攞過嚟。但係我要睇個 cassette 帶。睇下呢盒係邊一盒嚟嘅先。係啊，我諗相信而家嘅年青人應該唔係好知道 cassette 帶係咩嚟嘅。唔會吧？睇下睇下。哇！係嗱，我都未見過。我哋俾家庭觀眾睇睇先嚇。嗱，我手上嘅呢一個帶咧，就係阿姚樂咧，佢咧收藏咗好多年嘅太極嘅帶嚟嘅。咁呢個帶其實係幾多年前㗎？呢個應該係。 哇，耐咯！應該係10年前嘅。哦，好開心啊！樂樂咧就得到咗佢哋即係6位啦，逐個啦，好有耐心咁樣啦，咪 keep 得好好啊！係啊！阿樂樂，如果你完成咗心願就可以退賽㗎啦。唔得！實在唔得，我可以坐過去，我都唱翻下㗎。其實，好啦，俾掌聲先。咁啊，跟住最後一位同大家講講啦，好唔好啊？大家晚上好。 我係嚟自湛灣賽區嘅選手黃無極，今日有咁好嘅機會咁幸運啊！見到你哋呢幾位，我真係好想有個少少願望咯，想同你哋合影張。合影一張啊？係啊！咁前面嗰啲蝕底咗喎，前面冇得再要求啊！我話先嘅，合影冇問題嘅。我哋錄影完之後咧，我哋喺後台慢慢影啦，好唔好啊？唔該晒你，唔該晒你。我哋節目咧就有個 好重要嘅一樣嘢，關於佢哋5位嘅，我哋會有一個金碟點唱嘅環節。咁啊，金碟當中咧會有5首歌，1到5個 number。咁其實咧呢啲歌咧都係你哋啲歌嚟嘅。咁所以咧1到5號 number， 好，我先揀1號先啦。1號好啦，金碟嚟，同我哋馬上揭曉5首同太極有關嘅金曲。先拔頭籌嘅 number 1會係邊一首？ 留住我吧！1+1減你。1+1首歌唔係太極唱喎，但係佢哋做嘅，佢哋參與創作。呢首歌明明係安仔唱㗎嘛，係啊，太極都有翻唱嘅。其實咧呢隻歌咧係阿安仔唱之前，我哋唱咗㗎啦，不過冇出街啫嘛。即係自己寫咗出嚟，自己唱咗下先嘅。咁呢隻歌其實邊個寫㗎？係我寫嘅。哦 ，Joey 寫嘅。 係，喂，咁啊講翻啊，呢隻歌係當時點解會寫咗咁樣嘅一首歌係啦？有啲咩古仔啊，或者有啲咩95年啊，真係。哦，95年，即係我哋去咗錄音1個月咁啊，其實有啲時候係好掛住屋企嘅，喺北京錄咗我哋嘅一隻碟嘅。咁啊翻到香港啊，坐喺屋企咁我太太喺度煮緊飯啊，咁啊攞起支吉他作歌咁樣就好快5分鐘就哼出咗呢個 melody。我5分鐘就係一個好懷念同埋即係比較 sad。 即係唔係好開心嘅一個感覺嚟嘅。嗯，有啲人寫歌啊寫幾日啊，1個禮拜啊，咁啊 Joey 就話5分鐘咧就搞掂咗個旋律。係，我哋呢啲寫成世都未寫過一個音符。你都係等人寫嗰個嚇。好啦，問一問對面嘅5位新秀歌手啦，請問係邊個要致敬呢一首歌嘅？錄音師啊？明仔。係啊，小明致敬大明。咁啊，睇你表演啦，小明加油！我係一個幕後嘅錄音師，呢度就係我平時工作嘅地方。主要嘅工作內容呢，就係負責錄音、音效同埋配音嘅製作。呢啲位咁樣氣息可以更加飽滿少少。紅眼睛幽幽地看着這孤城，如同苦笑製出的高興。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咧，錄音就係記錄聲音啦。咁成為一個錄音師咧，其實最重要嘅係我哋嘅耳仔。我哋要識聽，要識分辨乜嘢先係好嘅聲音。做一個錄音師嘅話，大部分嘅時間我都係聽其他人喺度唱，咁我就喺度諗啦，我係咪可以從幕後走出嚟俾大家聽下我唱嘅歌呢？
在校道上拍拖，對老去光陰唱歌，全心唱歌。我葉建明唔單止識錄音嘅，仲識唱歌添啊！無論你多不高興，故意挑剔生氣，沉着氣為了等新的轉機。在你不肯抽空參與晚會裏，仍獨個故作最快樂模樣。為你解釋只因太忙。色真相，我在笑，相當勉強。寧願你裝起騙人面具，寧願你推搪說疲累，寧願不哼一句，我也不想知道。其實你另有一位愛侶。數天裏，仍要四處框框半夜遊蕩，獨對家中的幾扇牆，真空感覺。你別去，我不知去向。寧願你裝起騙人面具。你推搪說疲累，寧願不哼一句，我也不想知道。其實你另有一位愛侶，只有我在外望這家裏每個角落，猶如圍城。即使你沒有講出秋真相，若要公式的説謊，你已經不必再講。如你裝起騙人面具，寧願你推搪說。面對家中的幾扇牆，沒有家的感覺。如若你別去，我不知去向。Thank you。唔該晒小明嘅。阿達就話啦，我才知道呢首歌亦都係太極成員作曲嘅，太犀利啦！呢個1+20先勁啊！嚟自觸電新聞，佢話係唔係未唱過太極編曲嘅歌嗰啲都唔算大牌歌手啊？係喎，正辟嚇！呢首歌係寫俾安仔噶嘛，安仔係大牌噶嘛。你今晚大牌咗啦，小明。係啊。我覺得要多謝你俾一個新嘅生命呢首歌啦。
多謝老師，多謝。係啊，個編曲係好，即係個編曲係好襯你嘅，即係襯你嘅聲音嘅感覺嘅。我咧就覺得阿小明咧有一樣嘢係非常之要讚嘅，就係佢嘅音準好好啊。佢唱嗰個音唱得好準啊，不愧為一個錄音師啊。因為咧，如果佢對耳仔咧唔係咁精靈咧，唱嗰啲音咧一定唔會咁準確㗎嚇，所以係好正啊！多謝老師，多謝老師。好正。咁其實你嚟參加我哋嘅粵語好聲音，原因係咪因為你成日聽人哋唱，你覺得好多人都唱唔過你，咁啊不如我嚟唱啦咁樣？係啊係啊係啊！真㗎？呢度好唔客氣喎！講笑啫，講笑啫，講笑啫。其實係因為咁嘅，我從細咧都好中意唱歌呢件事。咁咧就，但係咧因為一啲原因啦，因為家人反對，同埋工作上我又要食飯㗎，係嘛咁啊，所以只能夠揾咗一個幕後嘅，我仍然係音樂領域嘅工作，咁繼續落去。咁今日有呢個機會嘅話，咁我當然係想捉緊佢啦。係咪做親錄音師一定要唱得㗎？唔係嘅。哦。有冇可能啲錄音師其實佢本身係五音不全嘅咧？但係佢隻耳仔係好叻嘅。有嘅。真係有嘅嚇。哦，不過好彩你唔屬於呢個範圍當中。多謝老師。好，唔該晒小明，請坐低啦，唔該晒。係咁啱啱咧，太極老師其實對小明咧都係讚賞有加㗎。咁啊，講到太極啦，其實佢哋好多人都有雙重甚至乎幾重嘅身份。佢哋聚埋一齊嗰陣時候咧，就係一支 band，就係太極。其實分開咧，佢哋每個人都有從事自己唔同領域嘅嘢嘅。係咩？係啊，等我哋自己介紹下先啦。係啦，咁另外，但主要都係做一啲演唱會嘅band leader 啊咁樣啦，係咯。咁另外就都係有，譬如亦都有多一重身份，就係譬如人哋編嘅歌啊，或者監製嘅歌咧，我又會走去幫佢彈下吉他嘅喎。咁其他嘅咧，其他幾位partner 咧？咁我都係主要編歌啊、作歌咁啦。譬如之前有幫張國榮啦做呢個演唱會嘅音樂總監啦。係。咁跟住就有幫好多林子祥啊、葉倩文啦、陳奕迅啊嗰啲咧編曲啦嚇，同埋寫歌啦、作曲啦，咁都係做翻呢一行嘅音樂裏邊嘅工作啦嚇。好犀利啊！哥哥演唱會嘅音樂總監啊！係。咁我係鼓手啊，咁我都係會教學生嘅。咁我就喺香港同埋廣州都開咗音樂學校喎。咁就主要教打鼓啦，即係一個樂隊裏邊每一個樂器嘅課程咯。超級鼓手不得了啊！佢係我記得係當年第一個香港攞到演奏級滿分嘅鼓手。咁嘅資料係啊，演奏級滿分喎。第一個香港。係啊，第一個啊。多謝。僥倖啊，僥倖。咁我咧就我自己個老本行咧就係音響，因為我代理好多音響嘅。哦。呢10年8年咧，我就做咗好多嗰啲發燒唱片啊。係啦。快都覺得好勁嘅，都覺得好勁嘅。我就其實就一腳踢嘅。關於音樂嘅嘢，譬如錄音開始做製作、編曲啊、作歌啊，跟住去到藝術總監啊、監製啊，所有嘅 artist 嘅一舉一動啊、一腳一踢啊，全部我都要做晒啦。哇！一個詞包括晒啦 ，Superman， 全能啊！個個都係好勁嘅人。係啊。嗱，呢啲相珍貴啦，大家睇睇先，望一望大屏幕。太極。哇！幾時嘅事啊？呢個。我的背影。幾時嘅事啊？幾日前嘅啫，唔係啊，2日前啫係嘛？100日前，100日前，四眼嘅喎原來。咦！恭喜發財喎，一定過年啦呢個。今年年頭啫嘛，好似。係啊，冇乜特別。拜年嗰陣時。你睇啲髮型好客氣喎你哋。哇！呢張我。哇！呢張型，呢張型。哇！呢張型啊！嗱，呢個1985啊，上面一定係個5字嚟嘅。呢個1905咩？可能係個3喎。好青春歲月啊！係好青葱、好清潔啊！呢個咧其實咧係搞咩你哋古仔嘅。啱啱嗰個就係我哋參賽之前一定要影一張相。參加第一個比賽嘅時候影嘅相嚟嘅，係啦。而家你呢個比較遠少少。呢個好舊啦，呢個好舊啦，呢個8年好舊。呢個係咪獲得金針獎嘅時候嘅相啊？呢個81年嚟嘅。呢個最重要係因為 Albert 已經冇翻嚟好多，即係好多年，佢特登翻嚟攞呢個獎嘅，大家幫我哋俾啲掌聲 Albert 啦。咁其實 miss you。我記得86年咧有一張專輯入邊有首歌都好正嘅。係咩？紅色跑車，即係唔知今日會唔會聽到？係嘛？你想聽到係嘛？咁不如咁啦，我哋直接去第2次嘅呢個金碟點唱環節啦。好啊，睇我逼唔逼得住。係啦，咁啊揀幾號 number 先？3號啦，不如。好，3號睇下會係咩歌啦？我就希望係留住我吧嘅。珍珠就話希望係咩啊？紅色跑車。跑車。係。馮博希望係咩啊？
我都係紅色跑車。你係紅色跑車，因為我之前都唱過紅色你跑車。參賽仲唱過添喎。犀利喎！心想事成啊！係咪第一張專輯啊？好似係啊係啊，第一張嘅。個盤係咪你間嘅珍珠姐？咁都俾你間中嘅。點解要寫一首紅色跑車，唔係藍色，唔係綠色？呢一個作曲人咧，其實就係殷葵。咁佢嗰陣時都講過俾我聽嘅，佢嘅靈感咧，其實係來自外國一位歌手，佢叫做王子 Prince。有一隻歌都係講一架跑車嘅，咁嗰個跑車就係紅色嘅，係啦。佢嗰隻歌嘅英文名叫做 Red Corvette， 係啦。係，我可以喺度講講嘅，因為咧，我哋呢個系列節目咧，今年係嚟到第7年嘅，每一年每一屆都有選手咧係選紅色跑車嚟參加比賽。必唱曲目係啊，嗱佢都係啊，我都唱過，我第幾屆啊？第二屆。第二屆。通常唱開呢隻歌都係一定係贏嘅。係咪啊？喂，咁好大壓力喎！對面嗰個。真係啊！對面邊個唱先？我都唔知邊個唱。對面邊個唱？哇！紅色衫就唱。同鄉嘅朋友。Hello， 大家好，我係耀樂。其實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睇過呢紅色跑車嘅 MV， 係太極樂隊同埋吳君如一齊演嘅。我非常之中意，所以今日想唱呢首歌嚟致敬太極樂隊。交俾你，加油！加油！嗨，大家好，我係耀樂。生活中我係一個好普通嘅小女生，平時會為咗出門精心打扮，中意行街同影相，因為呢啲事會令我覺得好放鬆。但係我生命中最重要嘅2件事係唱歌同跳舞。我經歷咗一段記憶非常深刻嘅時間，嗰陣時喺北京做練習生，因為真係好辛苦，但係亦都更加堅定咗我嘅意志，我一定會永遠咁戰鬥落去，加油！因為我就係美少女戰士耀樂。色的煙吸盡是愛是遊戲，拿起香煙你便會筋竭力疲。紅色的跑車是誘惑遊戲，崇高的色彩性感帶着痛悲。桃色的肌膚是誘惑原是你，拿起香煙你便會筋竭力疲。香吻就像隨便滅地，身邊的他亦不醉。
2017粵語好聲音係由專業呵護國人口腔健康嘅雲南白藥牙膏冠名播出嘅。啱啱我哋聽到咧就係樂樂咧同我哋演繹嘅今日嘅金碟點唱環節嘅第2首歌。咁我哋見到啦，只要超過400票，嗰個數目咧就會變成問號啊！留翻個懸念咧，最後先至揭曉嘅。呢個時候亦都要讀翻咧大家嘅呢一個支持嘅呢個信息咯喎。Jack Do 佢就話因為紅色跑車咧知道咗太極啊。係，好多人都會係㗎。因為成名曲啊嘛，係有人亦都讚啊樂樂㗎，佢話生得靚啦，唱歌又好聽啦，亦都有自己嘅特色啦。湛江妹妹加油啊咁樣嘅。哇！啱先，你知唔知唱到最尾回眸一笑嗰下咁㗎？冇添喎！我喺入邊偷咗幾下㗎啦，我準備下一次演出呢隻歌，我會做㗎。快示範下。唔係佢一下，好借一下。係咁。樂樂老師可唔可以現場？請佢去，即係你請佢去啦。可以。係啦。你首先要讀先啊。你先嚟個正確嘅示範，就係啱啱佢想學嘅呢一個，其實係 ending pose 嚟㗎嘛。4、3、2、1 1 2 3 4 5 6 7 8。其實我細個係跳開舞嘅，好簡單。真係1 2 3 4 5 6 7 8。好好啊，跳得好好，真係。真係好好。好唔好咧？我哋要請太極嘅其他老師點評一下。好。係咪有人唔服氣？唔服氣可以上嚟學個。battle。唔使啦，唔使啦。唔該晒，樂樂，係唔該晒。多謝。啱啱睇 VCR 當中咧，你話自己係美少女戰士喎，搞咩啊？係啊，其實我之前係練習生嚟嘅，然之後咧就參加咗好多比賽啊。咁其實入邊啲選手都係好有音樂素養啊，同埋專業學校畢業㗎。我都係咁樣一直咁樣戰鬥啊，一直磨練先行到依家今日呢個舞台。好似美少女戰士咁不停咁戰鬥係咪？係。咁啊，今日希望你就戰鬥成功，可以成為本場嘅好聲音啦，好嘛？好。OK， 好唔該晒。多謝各位老師，多謝大家。係啦，咁啊同樂樂傾完啦，啱啱樂樂都講過嘅。有個 MV 係咪？係啊，嗰個 MV 咧係同吳君如一齊拍嘅。係太極同吳君如。係啊，紅色跑車啦。係喜劇嚟嘅，奇哥。有冇得睇啊？好正經、好嚴肅嘅一首歌嚟㗎。係咪喜劇？睇完先知，睇先。嗱，你已經想笑啦，你已經想笑啦。得一個人啫喎，唔係冇太極喎，得一個人啫嘛。喂，2個人，仲有吳君如嘅。哇！除眼鏡啊！咦，跌咗嘢喎！阿寶基啊，部跑車細咗啲喎喂。喂咩？點解會變聲嘅？消失咗，個 MV 會變聲嘅喂。哇！真係嘅。講明係太極嘅紅色跑車，就得一個人喺度表演。其實係一齊坐喺晒架跑車入邊嘅，咁啊，但係當架車駛到去吳君如嘅前邊咧，就停低咗，我就請君如上車啦㗎。佢哋就全部落晒車啦。我哋全部都招架唔到，落得好快添。係咪第一次拍 MV 咧？嗰陣時候算唔算係第一首歌？係喎，一定係啦，好刺激嘅，因為咧第一次就真係要揸住架紅色跑車啊嘛。咁啱啱嗰陣時，其實我啱啱考到車牌嘅啫，係啦，即係。你知啦，即係當時係18歲卜卜脆嘅時候嚟嘅，覺得好美好嘅一個回憶嚟嘅，係啊，係好默契嘅，因為咧咁多年落嚟咧，有好多得意嘅事喺舞台上啦，或者拍攝各方面咧都有好多難忘嘅回憶。30年嘅兄弟情，其實彼此嗰個默契，我哋感覺上咧就已經係無間㗎啦。但係都唔知係貌合神又合，定係貌合神唔合喎？究竟係無間定係無間道咧？係咯。係啦，咁啊通過下邊一個小遊戲咧，就測試下你哋幾兄弟咧，係咪真係咁有默契咧？同埋係咪真係咁好兄弟情咧？同埋會唔會又出賣對方咁樣嗰啲嘢咧？好嘛？我哋玩個遊戲先，嚟有請咁多位去我哋嘅舞台中間啦，唔該。快問快答，聽到問題有自己嘅答案，即刻行前一步，行前一步嚇。OK， 第一題，自認為係太極入邊最靚仔嘅係邊一個？咁多嘅？點解你覺得你自己係太極當中最靚仔嗰個？有眼睇咯。
有眼睇咯，係嘛？我覺得我最靚仔喎。唔係，我同 Gary 哥其實差唔多㗎咋，喺隊 band 入邊，我哋好多粉絲㗎，我哋。現場觀眾話係咪咧？佢哋都話係啦。呢一啲唔一定要行嘅，可以互相出賣嘅。係啊係啊，團隊當中女朋友最多嘅嗰個係指佢。嗱，冇喐，保持，1、2、3、4票，阿古王有4票，係啊，阿輝哥有1票，係啊，咁佢2票咯，你都係你贏啊，古王。大家講下點解係佢？其實古王咧嚇，我成日都見佢冇女朋友咁樣咧，通常冇女朋友嗰啲咧，通常咧就最多女朋友嘅，係嘛？啱唔啱啊？梗係唔係啦，我有老婆㗎嘛。係啊，大家覺得我覺得好有內涵喎。啊，唔緊要啦，係嘛？以前嘅嘢都過去啦。好，下一題啊！太極當中脾氣最急嘅係邊個？暴躁。耶！哇！未數3、2、1，我服你，Joey哥，你夠膽認呢樣嘢？係急啫喎，係最暴躁喎。我講咗暴躁嘅後邊，急得嚟又暴躁啊，係啊，係，唔係其實急係一個好處嚟嘅，係一個美德嚟嘅，因為咧有效率。係啦，因為我哋成班人咧都好鬼立嘅，做嘢都咁咧，要有一個人鞭策下咧，咁咧就會係會好啲嘅。咁所以咧，Joey哥就係做呢個急係啦，實至名歸嘅，冇錯啦，係帶住我哋嘅。哦，即係吹雞嘅，做 leader 嘅。係啦，好，問多個。太極當中最夠義氣嘅係邊個？行前一步。最夠義氣。好，3、2、1，哇，推佢出嚟喎！咁點解咧，蛇仔哥？點解咧，蛇仔哥？因為咧，阿德哥咧喺我哋團隊入邊咧有個花名叫 Never Say No。哦，從來都唔講乜嘢要求咧，同阿德哥講咧，阿德哥尤其是食飯啊，一定係盡能力去幫你。我盡我所能啦，盡我所能。有求必應啊！係啦，啱啱講到咧就係Never Say No 啦。其實咧跟上嚟咧，你哋都唔可以 say no 嘅。事關咧有一首歌咧，我哋好多朋友咧。知道啱啱喺中場嗰陣時候咧，即係聽緊其他人唱嘅時候咧，都有喺大屏幕，我都有人點過呢隻歌，居然唱緊第二隻歌，佢居然點嗰隻歌，就係 Crystal 喎。呢個時候，不如我哋將個舞台交俾太極同我哋唱 Crystal 啊嘛，嚟有請。
crystal， 陪我細想浪途。如幸運，或讓我終會得到。Oh my crystal， 此刻怎算好 ？My crystal， 始終它最好。多謝。再一次多謝晒太極樂隊嘅，唔該晒，唔該晒，絕對經典，由口入心。2017粵語好聲音係由專業呵護國人口腔健康嘅雲南白藥牙膏冠名播出嘅。係，所有現場嘅朋友或者睇緊電視嘅朋友都好有耳福，因為啱先嗰首 Crystal 啦，你會聽到成首歌當中會有幾句對白㗎。係獨白旁白啊，係啊，而家少，以前嗰啲好似劇場版咁。好興㗎，啱啱係啦，又會講幾句啊咁樣係啦。係因為我細個咧其實係朗誦出身嘅。係咩？哦，係咪想表演啊？床前明月光，舉頭係咁上下啦床前明月光。咁啊，啱啱我聽完一隻歌之後咧，大家都係拍爛手掌啦。咁跟住嚟咧，又係到我哋嘅金碟點唱環節啦。咁啊，之前有2首歌嘅 number 俾人揀咗㗎啦，而家剩翻3首，所以你哋會選擇嘅係邊個 number 先？我揀啦，2號。2號嚟睇睇嚇，金碟唔該。之前有紅色跑車，又有1+1減你嘅。咁跟住嚟2號會係佢哋自己嘅歌啊，定係佢哋幫人哋寫嘅歌咧？哇！哥哥嘅歌。啱啱其實開場都講過㗎，因為阿聰哥哥話咧，佢就擔任過呢一個哥哥演唱會嘅呢一個音樂總監啦。其實呢隻歌好似阿 Joey 聽頭先嗰隻歌1+1減你咁樣咧，其實係唔知10分鐘咁樣就作咗出嚟嘅。哇！啊喺個琴度坐喺度咧，犀利咁樣咧突然間咧坐喺度有靈感咧，啊咁樣就即係諗起阿哥哥個樣咁樣咧嚇。即係有時靈感到嘅話咧，就唔需要好長時間。好快作咗隻歌嘅。好，邊位嚟唱先？邊位嚟致敬 Hello， 你好。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哋會用《過分美麗》呢首歌向太極樂隊致敬，尤其是係唐奕聰先生。多謝多謝。好啦，加油啦！交俾你。Thank you。Hello， 我係嚟自香港嘅 Jack 大婉琪。9年前因為參加比賽而入行啦，之後有機會出碟，好可惜唱片公司最終係執笠嘅。當時迷失咗一段時間啊，唔知可以去做咩，好艱辛嘅音樂路係會令我有啲難過。之後選擇咗去返工啦。喺返工嘅時候啦，我每一日都會諗起音樂嘅事情。多得朋友嘅鼓勵咧，決定辭咗份工，重新出發踏上音樂呢條路。因為我覺得人係應該堅持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所以我而家都努力緊，以後音樂呢條路，我都會選擇跟住我自己嘅心去走。直到天一光，從頃刻中看到。
個尾㗎。咁開心嘅你覺得？讓我哋揮大力啲好唔好啊？唔該晒 Jack 嘅。我覺得佢都帶點哥哥嘅神髓喺度啊，唱得都幾好嘅嚇。啊，多謝唐係啦，風先生。同埋個編曲都幾啱現場演奏。啊，多謝呢個樂隊嘅老師嘅。係啦，咁啊順便多謝埋啦，多謝晒咧由陳若平老師領銜嘅呢個咪王大樂隊，我哋俾啲掌聲送俾我哋嘅大 band 隊好嘛？多謝晒 ，thank you，thank you。咁我想問阿聰哥哥，其實嗰陣時做呢個歌俾哥哥會唔會話好大壓力嘅？因為佢係復出嘅重要之作啊嘛。咁啱啊！超人君都問，好想知道太極同哥哥嘅往事，求爆料。係啦，咁啊莉莉安就話想聽唐奕聰自己唱呢首歌。咁我哋先多謝咗，唔係，我哋先多謝咗阿 Jack 先好嘛？等我哋翻埋位坐下先啦。唔該晒阿 Jack，唔該晒。好。你可唔可以滿足大家嘅願望咁咧？係嘛？好啊，係啊，伴奏一段仔，使唔辛苦嘅，係啦係啦。啊咩 key 咩 key？E key 都 OK 嘅。E key 真係。我哋俾全部唱得㗎喎。係啊，真係身懷絕技啊！兩種 feel 都可以唱入我哋嘅內心當中。有好多版本㗎。呢個就係音樂嘅魅力啊嘛。冇錯，冇界限嘅。係，喂，但係老老實實啦，講到哥哥咧，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即係未有機會即係同佢同台啦，或者係近距離接觸啦。不如有啲咩難忘嘅經歷同大家分享下，等我哋又可以繼續多啲羨慕下。即係一個好專業嘅藝人，所以咧各位咧，即係如果中意唱歌咧，真係咧要做好多功夫嚇。因為咧佢每次去錄音室咧，錄音咧，咁其實佢係唱2、3次咧就走㗎啦，將嗰隻歌嚇。咁其實佢做好晒，即係喺電話啊之前啊，做好晒即係所有準備嘅功夫咧，一去到錄音室咧就好完美咁樣表達俾你聽。所有嘢係啦。
即係佢唔會好似啲逐個字執啊，或者第一樣嘢最緊要佢係背晒歌詞嚟嘅。係啦係啦，佢唔使睇歌詞會睇歌錄音嘅詞嘅。即係而家啲好多人錄音，即係譬如我哋都係咧，一定有個架喺度，然之後就放住張紙喺度，一定對住唱噶嘛。但係如果咁樣唱呢個感情嘅投入係冇咁淋漓盡致，因為你分神去睇啊。哇！但係真係好好喎，因為佢即係哥哥好，佢一定係之前用咗好長時間去係啦準，備。可以眯埋眼去感受嗰隻歌個歌詞嗰個內容啊。其實我哋太極樂隊嘅雷有輝咧，佢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大家俾啲掌聲佢好嘛？呢樣嘢其實我都係跟哥哥學嘅，係啦，真係好緊要嘅。而家錄音都係咁樣嘅，你都會係因為其實一份好嘅詞咧，真係好快脆你就可以記到嘅，因為有畫面俾到你噶嘛。你一消化咗之後咧，你融入咗佢個詞嘅意境咧，根本就應該唔需要睇住份歌詞，因為睇住份歌詞根本就唔係喺個心度唱出嚟。學嘢啊，學嘢真係。真係，我哋都要學嘢啊！真係。咁啊，有個視頻要睇嘅係咪？你睇睇個視頻先，係啦，亦都係太極同哥哥合作。而家咧唱一啲輕鬆啲嘅、抒情啲嘅，其實係近排一啲嘅民歌類似嘅一啲 pop song， 有呢一首《春夏秋冬》送俾你哋。呢啲咁嘅好似 pop 啊、福歌嘅味道嘅歌咧，少少輕輕地嘅掌聲伴住咧就會好聽啦。Thank you。秋應該很好，你若尚在場。秋風即使多年亦漂亮。深秋中的你，填密我夢想。就像落葉飛，輕敲我窗。冬天該很好。應該就係嗰3位其中㗎啦。天空多寬，我們亦放亮。咦，有咯喎！一起梳梳談談，來日東鄉。莫是愛。呢個係阿輝哥咧同阿哥哥嘅呢個合作。能同途偶遇在這星球上。幾時嘅事啊？演唱會嘅事嚟㗎嘛？呢個係演唱會就係阿 Gary Tong 做 musical director 嗰一個 tour 嘅。係啦，做呢個演唱會監製嗰陣時候，所以就有咗呢一幕嘅出現啊！我哋俾掌聲先，係啦，一個好難忘亦都好珍貴嘅一個片段啊，屬於太極啦同埋哥哥嘅一次嘅合作嚇。好，跟住我嚟傾住咁多先啦，繼續我哋嘅金碟點唱環節啦嚇。等我嚟啦。揀幾多號？5號。5號係嘛？好，剩翻其實得2個啫，我記得係啊。咁啊，揀咗5號、4號就一定係 last 㗎啦。而家先揭曉5號。喂，仲未有留住我吧喎？呢首會唔會係啊？係啦，係咪留到最後啊？3、人類高歌1，停！留住我吧！光輝歲月。光輝歲月關太極咩事啊？邊個揀呢首歌嘅？光輝歲月關因為啱啱我有講咗。我爹哋係一個歌手啊嘛，都有唱到呢2個嘅樂隊，因為呢2個樂隊係當時最具影響力㗎嘛，喺香港。太極樂隊同埋 Beyond 隊嗰段時間係最輝煌嘅樂隊嘅搖滾嘅一個光輝歲月嘅時間，所以借住呢首歌嘅歌名同埋呢首歌係送俾佢哋，向佢哋致敬係咪？係嘅，致敬佢哋。好，交俾你啦。OK。Hi， 大家好，我係嚟自湛江賽區嘅黃無極，今年26歲。我依家係一名插畫師，其實主要咧都係幫啲書同埋雜誌設計插畫嘅。喺做好自己本職工作嘅同時咧，因為中意音樂、中意唱歌，我有時都會參加啲唱歌類嘅比賽嘅。偶然間有一次，我聽到俄羅斯歌手 Vitas 嘅開團音，我嗰陣時就好驚訝，越聽越中意，我就試着模仿佢，不斷咁練習。
希望今次參加粵語好聲音可以識得咁多中意音樂、愛音樂嘅朋友。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自信可改變未來，問誰又能做到？總寫起歸家的信號，在他生命裏，彷彿帶點唏噓。那識記呼吸他的意義，是一生風雨，苦色鬥爭中。越怕擁有變做失去，疲倦的雙眼帶着期望。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仍似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經過彷徨的掙扎，自信可改變未來，問誰又能做到？彷彿不分膚色的界限，這土地裏不分你我高低，繽紛色彩閃出的美麗，是因它沒有分外每種色彩，越把擁有變做失去。着期望，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仍是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自信可改變未來。又能做到，越把擁有變做失去，疲倦的雙眼帶着期望。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仍是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自信可改變未來，問誰又能做到？問誰又能做到？唔該晒，無極係啦，傾下偈先啦。咪睇翻你而家嘅點讚數啦，依然係過到400啦，所以都係呢一個問號咧，我哋稍後先至揭曉嘅。咁啊，過程當中咧，好多人咧表達咗佢對呢一個阿無極嘅演唱嘅一啲點評啦，我哋睇翻啦，讀一讀啦。係啊 ，KD 話
太極同 Beyond 都係代表咗一個搖滾樂隊嘅時代啊！係啦永遠嘅搖滾經典，永遠嘅太極。咁啊，范某某話太極同 Beyond 都係 friend 嚟嘅。係啦，咁啊，六位點睇先？六位係啦，講講咧。我覺得個編曲同埋佢個風格咧都好好啊，因為係好唔同以前 Beyond 個感覺嘅。其實佢唱出嚟同埋成個編曲包裝咗出嚟之後咧，我覺得隻歌係更加變咗主流咗好多，即係嗰個元素喺度嘅嚇。更加 pop， 更加流行。係有樣嘢我想補充下我今日咧就帶咗一份少少嘅禮物過嚟，但係因為時間同埋工作嘅原因啦，真係喺湛江嗰度一直趕過嚟。我就係花咗2晚嘅時間畫嘅，希望大家中意。喺度嘅。係攞過嚟，攞過嚟。展現一下先啊！係啦，睇睇先，睇睇先。哦，6個喺晒度啦。係啦，即係太極六指，好睇好睇。呢個插圖咧係一個太極元素嘅，代表到一切都有可能噶嘛。太極亦都有兩面性嘅係。好啦好啦，好，多謝晒你嘅禮物，多謝晒，多謝晒無極啊！坐翻坐翻。嗱，今日咧除咗阿無極有禮物，我都有禮物要送嘅。嚇，有禮物？係啊，因為我哋都唔知嘅，我哋坐咗咁耐，你又畫咗幅畫嚟。我已經畫卡睇啊！好驚啊！即刻。好期待喎！你我已經美如畫啦。我要送個保溫瓶俾佢哋。嚇？點解送個保溫瓶咧？嗱，因為咁嘅。早前咧黑豹樂隊嘅主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單新聞啊？黑豹係啦，咁就因為揸咗個保溫瓶，結果竟然俾人話當年嘅鐵僧男兒啊，點解而家搞到要中年進補？咁我好嬲啦！家使男人唔係人啊！我今日呢壺嘢咧攞過嚟咧就係枸杞人參茶，有理冇理飲咗佢噶啦。咁但係我想講下點解喎？我係想大家咧補中益氣，長青不倒。然之後繼續叱咤樂壇30年，好唔好？好。嚟，先飲為敬，幫我開蓋。誒唔好啊，係留翻啊！呢啲滴滴都係精華啊，真係。多謝晒，多謝晒。我哋會慢慢翻去品嚐㗎啦。無極係送咗禮物啦，你又送咗禮物啦，係咪先？咁我哋啱啱睇咗嘅一個表演就係阿無極唱嘅呢一個光輝歲月啊嘛。Beyond 嘅歌，其實你哋之前都有好多同 Beyond 同台嘅經歷嘅，咁不如咁啦，我哋睇睇視頻先。哇，喺 battle 啊嗱！哇！係喎，太極同 Beyond 喎。Joey 啊嘛，嗱 Joey 喺度 battle 緊啊！嗱，所以話真係識英雄重英雄啊！大家都係高手過招啊！即係阿 Joey 嘅右手邊係黃貫中嚟嘅，係啦，跟住換人嘅，逐個嚟 show Colly 啊嘛，其實就係。我記得呢個係 jam 緊隻浪子心聲嘅。哦，呢隻浪子心聲咁爆嘅咩？搖滾勁。誒嗱，咦？髮型唔係好同喎，而家就焦晒起身喎。右邊係家駒啊。係啊，跟住家駒啊，跟住到家駒啦。即係難分真與假嗰隻，就係變成一個咁 rock 嘅版。哇！真係要翻去聽聽先啦呢個。哇！呢個浪子好有火啊！哇！咁喺你哋過往當中有冇啲咩特別難忘嘅記憶？除咗啱啱嗰個 battle 嘅吉他，咁我記得有一次係我哋第一次出 show 喺九龍公園，尖沙咀某一個公園啦。佢哋又係成隊嚟捧我哋場嘅，即係幫我哋撐場。嗰陣時其實佢哋都未出佢哋嘅專輯嘅，未出㗎，未出。嗰陣時因為我哋其實大家都係朋友嚟嘅，大家好即係冇話你係邊隊 band 或者咩嘢，大家係互相鼓勵嘅，大家都係中意音樂。佢哋鼓勵我哋，我哋鼓勵佢哋。佢哋出 show，我哋又鼓勵佢哋。我哋出 show，佢哋鼓勵我哋。所以啱先我哋都見到有朋友咧，就係彈幕出嚟話，其實搖滾就係一班勇敢嘅人做住一啲令到世界變得更好嘅事情。同埋有好幾位朋友喺嗰個大屏幕當中留言，都係話 Beyond 同埋太極都係我哋心目當中殿堂級嘅樂隊。大家話同唔同意？係。好啦，咁啊望翻咧金碟點唱環節咧，剩翻一首歌咯喎。不過唔需要揀㗎啦，我哋直接揭曉得㗎啦，好嘛？好啦，唔該，金碟嚟出就係4號啦。4號咁啊，其實經典歌仲有每一句説話留住我吧，全人類高歌啊，好多嘅。每一句説話，呢首都經典啊！但係今日咧對面5位咧已經冇得揀啦，剩低中間嗰位。一定係佢啦。佢就有咗一顆勇敢的心，要挑戰呢首歌啦。
好啦，同大家講講先。大家好，我係 Mandy 明慧。咁啊，終於等到呢一個時刻，今晚我要將呢首屬於你哋係原唱嘅歌曲送俾你哋。我要唱呢首歌，每一句説話。加油！呢度就係我工作嘅地方。一支咪同一張凳就係我嘅舞台。我係一位駐唱歌手。來日縱使千千晚星亮過今晚月亮。因為工作嘅地點流動性好大，所以我去過好多地方，亦都見過好多人。佢係我演唱生涯當中唯一嘅偶像，佢係陳嫻，大家都知啊。因為我就係因為佢個歌影響到我，今日成為一個職業嘅歌手。可能因為咁樣，我同佢唱歌嘅風格有啲相似，好多人都叫我小陳慧嫻。其實我聽到人哋咁樣叫我，幾開心啊！但係我希望以後可以更加突出自己嘅風格，希望大家可以記住我，我叫鍾明慧。
同樣咧都應該幾好成績嘅。多謝。係。同樣我哋都唔知嘅，因為同樣都係問好，都係過咗400個讚嘅。咁啊，讀一讀大家啲留言先啦。好啦，呢位話對呢幾位太極大叔豈有此理，邊個講嘅？佢話路轉粉啦，從路人轉為粉絲啦，太有愛啦，每一個人都係咁可愛啊！佢啲聲似似地陳慧嫻，越聽越似喎。太極嘅每一首歌都係滿滿嘅回憶。咁啊，想一直聽太極唱歌，同意嘅點讚。話呢個仲離譜添，都唔離譜㗎，呢個都係好好嘅願望。佢話恨自己出世得太遲，佢要嫁俾太極樂隊喎。哇！有心唔怕遲，係嘛？10月亦都係拜年時，係。而且愛情冇年齡界限嘅。係。人哋話你似陳慧嫻啊，係咪真係有人話你似咧？因為我本身自己係一個駐唱歌手。哦。咁我一聽到嗰啲粵語金曲咧，我就會起晒雞皮嘅。所以咧，我偏向粵語金曲多啲，特別係啲經典嘢。所以咧，可能發聲個風格同埋嗰個演唱個風格會接近佢咯。呢只係我聽過咁耐嘅最有女人味嘅每一句説話咯。啊，因為咧男仔唱俾女仔聽咧，女仔都仲要考慮嘅。係。但係女追男咧就隔張紙。係。係啦，咁佢一唱嘅時候咧，我諗冇一個男士會抗拒咯。軟晒。係啊，冧到爆啊！好高評價喎。犀利 ，Thank you， 多謝。嗱，今晚咧好多嘅新秀歌手咧都有啲咩願望啊，有禮物啦，又有呢一個想法啊，咁你有咩想法咁啊？我知道太極樂隊入邊嘅主唱歌手阿黎有芬先生，佢就嘅特點就係擁有一把好靚嘅聲線。哇！你好似評委喎，而家講嘢。我諗我今晚有冇機會可以同呢一把靚聲嚟合作一隻歌？我記得Priscilla 陳慧嫻都好似同太極係合作過。係有。係嘛？咁嗰時候合作嘅係咩歌啊？同阿慧嫻。傻女。哦，傻女。係啊。得唔得先，輝哥？得唔得？好感動啊！這我又再面對無人夜的空氣，穿起你的毛衣，重演經典的好戲。有冇做要的經意地，抱着我靜看天地，讓我未純粹的衣領上，笑説最愛我的氣味。我恨我共你試圖現已現場的好戲，只有請你的無意，從此每天飾演你。夜來便來伴我坐，默然淡然默許我，將肌膚緊貼你，將身軀交予你，准許我這夜做個角色，准我快樂地重飾演某段美麗故事主人，飾演你舊年共尋夢的戀人，你縱是未明白仍野心一人，穿起你那無言無意當跟你貼近，重飾演某段美麗故事主人，飾演你舊年共尋夢的戀人，你縱是未明白仍野心一人，整起那無言無意當跟你貼近。多謝。多謝晒。我想攬下你得唔得啊？哇！夢想成真啊！恭喜晒你！唔該晒各位老師。嗱，小陳慧嫻佢嘅夢想就達成咗咯，呢個亦都係佢參加我哋今次即係除咗唱歌之外嘅一個理想啦，叫做。如果講到今時今日，你哋即係對於太極嚟講最大嘅理想係乜嘢？快啲做一隻全新嘅創作大碟啦，因為都好耐冇做過呢樣嘢。之前係做咗一隻係有翻唱啦，有兩隻新歌嘅。咁但係因為嚟緊出年會有我哋嘅演唱會，咁我哋都想係有啲新嘅歌曲去同大家一齊玩。出年會喺邊度搞演唱會？最好都係可以嚟埋廣州啦。咁我哋預祝佢哋嘅唱片又早日製作成功啦！演唱會出年啊，雖然係出年，但我哋預祝佢大賣啦，好唔好啊？嗯。多謝多謝。咁你哋嘅夢想又講完啦。
咁我講下我嘅夢想咯喎，我嘅夢想係喺現場聽到你哋唱《留住我吧》。跟住我哋時間交俾太極，為大家演唱呢首非常之經典嘅《留住我吧》。再嚟一次。3個字啊！1、2、3，可以嗎？
利啊你哋 ，thank you。經得住時間洗禮，同埋越聽越襟聽嘅情歌，其實係少之又少。呢隻就係其中一隻，我覺得。搞創作咧係需要靈感，係啦，出嚟嘅作品被大眾認可係莫高嘅一個榮譽嚟嘅。咁但係講到創作咧，我哋粵語好聲音呢個節目咧，除咗係致敬經典之外咧，仲喺傳承全新嘅粵語創作呢個流行歌當中咧，亦都要出一分力嘅。咁所以咧，我哋每期節目咧都會推出一首原創歌曲。咁啊，呢個歌曲咧將會係我哋節目組咧喺海內外唔同嘅地方咧徵集翻嚟嘅呢一個作品嚟嘅，並且會請一啲特別嘅朋友咧，就呢一個喺現場演繹啦。最終呢啲作品咧將會喺呢一個我哋嘅官方微博啦，又或者係我哋嘅音樂平台咧進行展播啦，進行呢一個網絡評選嘅。係。下邊嘅時間，等牙膏先生同大家揭曉我哋呢一場嘅原創歌曲係邊一首。牙膏先生。馮博最好的時代，呢隻歌叫做《最好的時代》。其實坦白講，我喺做呢隻歌嘅時候，我唔係好開心，因為我覺得而家我哋成個大環境對於廣東歌嚟講，佢唔好話係最好的時代，可能喺某一啲人嘅心入邊，佢甚至對於廣東歌嚟講，可能係最壞嘅時代，因為聽廣東歌嘅人群可能越嚟越少啦。但係我覺得，既然我講真嘅，我從來唔覺得自己唱得比人哋好，或者比人哋更加努力。但係我係比人哋好彩少少，所以我先有呢個機會可以企上呢個舞台。所以我希望做翻隻歌去唱翻俾大家聽。交俾馮博神後樂隊。多謝。變數太快，有理想會腐壞，現實是抉擇，誰會讓我振作依賴？這世界信仰瓦解，誰愛讓誰偉大？還有你叫我長數你要找，越細越博大，時間會教你遷就，這次我怕你要走，還利用着理由，懷念過去世界依舊。Wanna mess up world， 失去我，無人問也要盡力過，習慣我，勇敢一點，創上最初。多謝。心碎我，人人亦痛我，像我。願你可抱緊一點，再上最初。告訴我結尾會有我想要的。別問假情，你就別睡，也別再怕恐懼。縱有妥協有戰鬥，勝負哪有理由 ？No， 從來持久也勝過退後。啦啦啦啦啦啦啦 ，I wanna feel real love。I wanna feel real love， 失去我，無人物也要盡力過。
創上最初。心碎麼？人人亦痛過，像我，願你可抱緊一點，再像最初。Oh, we got dreams, dreams to re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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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齊同我拍手好嘛？今日，跟住我拍手啊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with me。呢邊嘅朋友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with me。捱過幾次，爬起幾次，殘忍失敗，樂觀長大。裏注定未會完美，未算衰壞就算衰壞，時光很快流，影一剎，儘管失敗，儘管依賴，願你也長習慣那樣，未算衰壞。時光很快就影一剎，儘管失敗，被迫長大。夢裏笑着共你抱着，未算衰壞。時光很快隨風吹散，儘管失敗，儘管依賴，願你也像習慣那樣，未算衰壞就算衰壞。我哋係神后，多謝大家。再次俾啲掌聲，馮博同埋佢嘅神后樂隊，多謝大家，多謝。哇！聽聽前輩嘅點評啦嚇，好啊，好緊張，真係好好，因為其實我聽得出你呢個歌嘅喺心入邊嘅一個對音樂嘅熱誠啦。多謝。係喺你嗱，譬如開頭好簡單嘅4個 chord 係咪？係4個 chord，佢都係 major chord。但係你帶俾我哋個 melody 係我覺得好新鮮啊！恭喜你真係多謝，係嘛？好嘢，多謝，多謝，多謝衰。係，佢已經有嗰個元素喺度。最緊要其實就係話你 keep 住嗰個火，keep 住嗰團火，你去不斷去創作，不斷地去創新。係，要不斷嘗試嘅，因為其實大家喺行呢條路，我覺得好多人都會不斷咁樣跌倒，不斷咁樣失敗，但係我哋要懷住呢個樂觀嘅信心行落去。將喜好化為一個享受咧，係極高嘅一個意義嚟嘅嚇。咁你一定要努力多啲啦嚇，寫多啲嚇，不停用多啲時間啦嚇。創作方面可以自由發揮啦，咁但係一定要堅持做自我咧，先至係真諦嚟㗎嚇。好啦，咁啊創作方面原創方面傾住咁多先，下邊嘅時間咧同大家公佈一啲成績嘅，關於上一集即係第一期嚇，觸電人氣榜冠軍新鮮出爐啦，恭喜！楊劑上個禮拜嘅呢一個新秀歌手係可以獲得咧週榜冠軍嘅，亦都呼籲下我哋所有嘅家庭觀眾咧可以下載咧觸電新聞 APP 咧，就可以咧為你中意嘅新秀歌手咧投票嘅。絕對經典，由口入心。2017粵語好聲音係由專業呵護國人口腔健康嘅雲南白藥牙膏冠名播出。嚟到呢個鐘數，大家都好想知㗎啦。今期節目嚟到呢一個鐘數，究竟5位新秀歌手邊位可以脫穎而出，成為我哋今晚嘅粵語好聲音呢？而家我哋知道就係5位嘅票數都已經過400㗎啦，但係具體去到邊一個尾位數幾多票呢，就要等公佈。今晚票數最高嘅嗰位新秀歌手，唔單止係可以獲得我哋呢一場粵語好聲音嘅稱號，兼且可以獲得由太極送出嘅親筆簽名嘅黑膠大碟一張。跟住落嚟揭曉第2場2017粵語好聲音5位新秀歌手，佢哋嘅票數係
接落嚟揭曉第2場2017粵語好聲音5位新秀歌手，佢哋嘅票數係邊個勝出呢？邊個係冠軍？葉劍明668票，姚樂646票，戴婉琪653票，黃無極627票，鐘明慧619票，所以呢場票數最高嘅係葉劍明。恭喜小明！恭喜晒劍明，獲得我哋本場嘅粵語好聲音，同時有請太極為佢頒獎嘅。獲勝嘅阿小明咧係可以獲得太極樂隊簽名嘅黑膠唱片啦，佢亦都可以進入10強啦，並且咧與前場嘅冠軍喺第6場再戰一輪，到時決出之後嘅前2名可以獲得第13場粵語音樂盛典嘅2名席位，同眾星同台。我哋俾啲熱情嘅掌聲，恭喜晒葉劍明第2場粵語好聲音。我相信大家咧，今晚咧聽歌都未聽夠喉嘅。下邊嘅時間，我哋請我哋今晚嘅5位新秀歌手同太極 jam 一 jam 歌，全人類高歌交俾佢哋。多謝晒，多謝晒。見到偶像好開心咧。係，再次感謝嘅就係太極樂隊。多謝你哋，多謝晒，多謝晒。當然啦，仲要多謝我哋嘅5位新秀歌手啦，多謝晒馮博同埋佢嘅神后樂隊嘅，多謝晒大家。
係啦，家庭觀眾玩粵 TV 互動，為你中意嘅選手咧助力加油咧，更加多精彩花絮咧，盡在呢個粵 TV 咪王爭霸粵語好聲音專區嘅。冇錯，亦都歡迎大家咧繼續關注珠江駕到微信公眾號，咁入邊有好多筍嘢益大家嘅，唔好錯過。係啦，更加多嘅節目精彩互動咧，請大家咧關注以下嘅荔枝台 APP 咧，絕對經典由口入心2017粵語好聲音係由專業呵護個人口腔健康嘅雲南白藥牙膏冠名播出嘅。多謝晒由陳若平總監帶領嘅咪王大樂隊，仲要多謝嘅就係 Hair 曲巴曲髮型機構 Tiff Studio 帝芙化妝造型機構，特別鳴謝嘅係沙皇造型。我哋下個禮拜6晚粵語好聲音不見不散，拜拜。2017粵語好聲音，柔情歌仙呂方深情獻唱，好音樂直擊靈魂深處。粵語好聲音由呵護國人口腔健康嘅雲南白藥牙膏獨家冠名播出。